通靈師 Q&A 2，今日咧係講究竟我嘅通靈能力係點樣開啟嘅。其實係非常之突然嘅。雖然細個嘅時候咧，我已經一直都感覺到，好似唔係淨係得我睇到嘅人啦、動物嘅存在，好似有第二啲嘢啦。咁但係一直都 confirm， 一直去到17歲嘅時候，無啦啦係開咗陰陽眼啦，因為抑鬱症可以睇我哋嘅條片啦，嗰度會詳細講。我先至開始有一啲特別嘅能力，嗰段時間都未係好似我而家嘅能力咁樣，可以睇到人哋嘅人生藍圖嘅。一個上咗剪頭髮啦、染頭髮啦，咁識咗一個準備輟學嘅10幾歲嘅男仔啦，準備做一個髮型師。佢已經係一個髮型師學徒啦，但係佢喺職業學校裏面讀緊都係讀髮型嘅時候，佢覺得學校教嘅冇用，所以佢諗住直接輟學去開始做髮型師，真係花多啲時間向自己嘅未來工作上。咁當時我覺得有啲可惜啦，跟住覺得佢咁細個嘅話，都可能要睇多少少先，未必諗耐啲先至做呢個決定。咁所以就約咗佢啦，我哋交換咗電話，咁就約出嚟傾偈。我記得我哋響尖沙咀嘅海旁度樓梯邊，我哋坐低傾偈啦。咁傾咗一段時間嘅時候，無啦啦，我哋傾下，我望住隔籬嘅海面發呆，我見到佢嘅整個人生嘅時間線喺我面前打開，2條時間線喺我面前打開，一條係佢輟咗學之後嘅工作啦。第2條係冇輟學，繼續喺職業學校裏面學習，跟住遇到一個學校嘅比賽，喺比賽裏面遇到自己創業嘅另外2個夥伴，佢哋3個畢業之後呢，就成立咗間公司，好快響20幾將近30歲，30歲頭啦，33歲前呢就會發達啦，或者係好多人知道佢，所以會出名啦。咁我就同佢講咗呢件事啦，我睇到咗呢一啲畫面啦，因為我見到嘅話，佢真係我要講，咁我就同佢分享呢樣嘢。其實我係第一次咁樣睇到人哋整條人生時間線嘅，當時我都有下一條。下集會繼續分享留言你想知嘅問題，我下片解答。準備咗一份免費嘅人生進程測試指引，幫助你初步了解你嘅人生進程。留言看見，我會 send 俾你。拜拜。